施工车怎样？施工车看板的在最外线的，2台小车在前面的。啊，这样子，我们外线没得躲了啊。啊，也刹不住了，直接撞上去。是哪一台撞哪一台？在东瓜的撞前面那台，现在在左边那台。啊，左边那台在撞前面那台。OK。啊，前面那台在飞到撞他们自己车。总共几台车啊？4台车。4台车。看到状况是安怎啊？啊，卖差啦，我们单加工作而已啦。不许给，打嘛。你出来呢？係啊。我落去啦，你慢慢點先，即上嚟㗎。这叫肇事的呀？肇事车辆，在东瓜的大货车，11吨，来在东瓜撞公车。的大概状况，那就是一辆载冬瓜的大货车，来到这个施工的现场，那不小心撞到这个台61线现场施工的那个3部工程车，那造成7个人受伤。那目前得知1个人伤势较严重，其他6个人一并送医，目前就医中。那在这边也呼吁民众，这个台61线。笔直在行车的时候要注意自己的速度千万不要超速行驶。那另外，车祸发生后，我们做这个立即的交通疏导，封闭双向的车道，指引民众